歌羅西書第2章，我希望你哋啲為到你哋留落啲家人，並請到我還望見過面嘅人，我盡心盡力工作。我嘅目的係愛大家得到鼓勵，用愛心來團結，萬有對真實嘅了解所帶來嘅信心，好認識上帝嘅奧秘。呢奧秘就係基督本身。一切智慧和知識嘅寶貝，全部藏在其底背。我講呢條話，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語來迷惑你哋。雖然我嘅身體冇在你哋嘅位，總係我嘅心同你哋共下。我非常歡喜看到你哋凡事做此事，對基督嘅信仰也挺堅定。既然你哋接受基督耶穌做主，你哋愛同其連結來行事，在其地背當堅建造堅固信心，這是你哋所領受嘅教訓。還有你哋也愛滿心感謝。你哋愛誠意，唔好被罵人用虛空和欺騙嘅哲學所唬住，因為這種學理係做人嘅傳統，佢嘅經驗係宇宙間所謂成熟嘅神靈，唔係基督。因為上帝神性嘅豐盛，上造形體，係在基督底背。按樣，你哋同基督結連，就得到豐盛嘅生命。佢係頭，超過一切靈界嘅執政者、和掌權者。你哋在基督底背已經受割禮，呢割禮唔係人嘅手所行嘅，係基督處脫你哋肉體嘅情慾所完成嘅割禮。因為你哋兩世裡嘅事，就是同基督共下埋葬。同時，因為上帝已經使基督對死復活，你哋通過信上帝嘅大能，也同其共下復活咧。頭擺，你哋屬靈嘅生命係死嘅，因為你哋有罪，又因為你哋係無摩西法律嘅外邦人。總係上帝本你哋同基督共下再生過來。佢赦免我哋一切嘅過犯，持守嘅愛控告我哋法律上特定我哋嘅犯罪記錄，將其當在十字架上廢脱。在十字架上，基督親身處脱嗰條靈界嘅執政者和掌權者嘅權勢，將佢哋公開示眾，像本人作來嘅天人，在勝利嘅遊行之中一樣。所以唔好本人在飲食、節期、初一，也係安息日，呢條問題當過，用規則來特定你哋。呢一切不過係未來事情嘅樣天天。基督真係本體，唔好本佢哋堅持表面謙卑，然後拜天使嘅人開導，使你哋實體得到獎賞嘅機會。佢哋自誇有特別嘅意向，就照自家嘅妄想，無緣無故來自高自大，切斷佢哋同基督嘅關係。基督就係身體嘅頭，佢使全身得到滋養，關節和筋骨互相聯絡，照上帝嘅旨意來狀態。既然你哋同基督共下死，脫離嗰條成熟嘅神靈，你哋做乜嘅還同世俗嘅人同樣按樣生活。繼續數嗰條唔好痛、唔好傷、唔好命嘅禁忌呢？嗰條禁忌所講到嘅東西，一使用就敗壞咧。因為禁忌係對人嘅規則和教訓來嘅，按樣看起來，照自家嘅意思敬拜，表面謙卑，然後肉身嘅苦修等等，當場親有智慧，其實對制服肉體嘅情慾係無乜嘅效果嘅。